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愿心愿地。一碗饭。将军，你唔免烦恼，代志我拢安排好势啊。沙琪啊，代志交予你办，一切我拢放心啦。算，变怎？我知你有法术，你哪知？我有智慧啊！你紧变做将军因查某囝回面啊！好啦，我知你咧想啥。你即摆要救的是你的兄弟呢。就算你受到更较大的处罚，你嘛爱安尼做，救人第一，紧！小心，小心！回面。阿弟啊，你哪伫遮？你毋是甲我讲你要出去买胭脂水粉？对，毋过我临时巴肚疼。巴肚疼？有要紧啊无啦？阿弟啊叫大夫来甲你看。无要紧啦，毋是我巴肚疼啦，是我一个敢若叫啥物？哎呀，你是讲米芳是毋？哎呀，对，就是伊啦，是伊巴肚疼啦。咱将军府的查某囝伤济啊，所以我袂记你啊。好啦，若毋是你就好啦。特别你若身体咧无爽快，阿弟啊就足担心的。多谢阿弟。我明明叫米芳，一定爱伫咧石外房，甲情况顾好。伊哪会无甲我禀报，就想要甲慧敏偷偷走出去将军府。这个米芳哦，愈来愈变鬼变怪，交代伊的代志哦，拢无用心咧做。对，像米芳安尼吼，伊收用啊啦。咱将军府为什么破茶啊、下磨啊这种粗重的工课，拢叫伊做啦，互伊忝死啊哈。敏，今仔日敢若怪怪。我真正常啦，真正常啦。你是安尼咧讲啦？阿弟若正经派一我工课互伊做，我看你就会过来向我求情啊。哎呀，无啦，我拄则是讲生笑的啦。原来是万里，我才咧烦恼讲，要安怎将清风送转去做瑞？哼，即马你来遮甲伊救转去，安尼上好。弟弟啊，天气哦有较冷啦，你要加穿一寡衫哦。是。有听到吼，雪琪阿姨咧甲你关心。好。天气冷啊，加穿件衫吼。多谢阿爹，多谢阿爹。
叫我骗过啊，救人要紧。青官，你敢上？叔，大叔，你安怎无？啊，佢无等，我紧。好，其实好，我安怎好啊？你这龙头查某，竟然要害我兄弟性命，好佳哉我挂过来，啊若无伊敢唔性命吼？青蛙，做良心，我甲师弟绝对无借大哥胎来伤害你。就万你啊，比方哦，伊吼，你莫讲，我拢知影。做兄弟我绝对袂互你受苦啊！我绝对会当救你出来，我甲师会当救你脱离苦海，你知无？喂！你这是哪脏？你对着目睭看到我要杀伊啊？你牙刀无抬，感觉你要自杀啊？哎呦，人牙刀啊是咧替清风阿兄口水酒，互伊看我贤惠的一面。啊，你是捌人捌？青阿兄，对啊，人我对清风阿兄一片痴心，我个笑笑，哪有可能来杀伊？对无？不啦，兄弟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比方真正对我足好诶。对你好，你是对唔对？将军府内面哪有可能好人？你是食利益我哟！紧紧清气，吐出来啦！拜托。兄弟啊，我真生气，伊真正对我足好诶呢。对啊，那我两个感情，敢是你会了解？对吧，清风兄？这唔对啦，嘛对啦，你知影我平时做够讲话哦，不过我即摆我讲袂出声啦。你拢免讲，我拢了解。阿弥陀佛！拜托你莫搁提啊！即摆上重要，较紧离开这个所在，啊无大家拢会无性命啊！进来去！安怎啦？你是还搁唔甘离开是无？唔是啦，我的骹啦，叫练了白掉的啊啦。练啊！紧的啦，斗3工一，斗3工一。做。我休息呢。啊！阿公，你会无？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我要给你，免动，安尼我嘛客袂过，你有啥指教？师傅啊，人都唔甘清风阿兄安尼离开啊。我处理。比方姑娘，我知影你对我真好，也毋过雪姬一直要取我的性命，我搁留落，一定会无命的，我一定会走。歹势。你讲了嘛对吼，特别讲离你的身躯，拢疼伫我的心肝底。对啦，安尼莫动路，紧还走啊！行！靠避讳。这位大姑娘，其实吼，我了解，你真介意清风啊，也毋过，你安尼一直18小送，一直送，你是要送到位地府落去烧啦？唔免啦，我是咧想，安清风阿兄，互恁救走伊，啊，雪姬夫人找我要讨人，安尼我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啊无，啊，恁吼甲我讲分去啊，安尼表示吼，是我放伊走的，安尼雪姬夫人就袂找我讨人啊，我嘛袂好处啊啦。我处理。神主啊啦！我惊你安尼拍伤大力，咪甲我拍分去，是拍死伊呢。我家己来。这里，
阿弥陀佛，现在。北方姑娘，感谢你这阵来照顾，也不过，即马开始，你要家己照顾家己。紧走！我这是，奇怪，我来袂领导啊！你是安怎啦？唔知啊。输啊！我想着啊，一定是我的孙妹伫伊的身躯顶下发誓，要互伊我到离开将军府的范围。哎呦，今想我敢叫啦！师傅，智慧啊！这边两个智慧啊，有功夫。首先，你先用7分的功力将伊水拍开。是。好煞落，你用3分的功力，伫伊的尾当骨遐算起来，第3层甲挑落。好。哎呀！你看，以后来搞我，当我得疼，较惊啊！好，较你命啊！你敢听个做大人，你真正是可恶！好啊，快点打啦！快点！八甲经医啦，八甲经医是我的祖师爷留落来宝贝，穿在身躯顶，唔来用的消灾撇下，搁用的强身增加功力。我即马都爱靠八甲经理来恢复我的功力啊！错，你紧走，我两个人斗相共客啊！是啦，阮两个跟你斗相共，安尼较顺利啦。来，恁唔免烦恼我，我咧讲，一人办无代志，恁先走，伫妈祖庙等我消息紧。是，无啦，我紧啦，我咧讲，咱即马搁伫遐回吼，时头去用发现3下拢掉落啦。紧，阿弥陀佛，小心啊！我讲你袂熟你等我，房间内有声音。是你，雪姬早就知影万里改面形容要来救清风，想袂到你也来去遮。我是来找我八甲经医，你感觉过迄个材料？手下留情。师兄，你哪来遮？我要来替我八甲经医转啊！雪姬，早我就甲你讲起啊，老爷的命是加增加好还。即便正是我的话无毋对哦，我一定都要治伊的命。将军，雪姬，我知影我今仔稳死无活，但是有一件代志我一定要互你知影，无毋对，我发号传情，就是想要斩断咱遮侪年来的情分，彻底将你放袂去。但是真悲哀，我根本做袂到。到今仔我才了解，唯一只有我的死，才有我得断情。所以，死伫恁的手头，是我的命。只是希望，我今日用我的死，用救起你的良知，安尼我就无遗憾啊！阿弥陀佛，动手！将军，我求你，莫杀伊。将军，你嘛是一个信佛的人，段真是一个出家人，较准也将伊杀死，会损着将军的福分。
将军，我请你带念这么多年，我奉台你，我唔捌甲你要求过啥物物件，这摆我求你，求你放伊一命，将百家田害伊。我答应你。多谢将军。苏梅，感谢你将百劫经营害我。苏梅，我劝你也是莫阁执迷不悟，啊若无将来一定害到你家己。叔兄，你莫阁劝我已经无法度回头。今仔日你将百劫经营摕转去，以后莫阁来找我。将军为着这件代志，真无欢喜。请你要保重。看你还阁遮尔带念师兄们的感情，我真欢喜。啊，毋过可惜啊，可惜！你也是无法度参透邪不胜正的道理。相是正，相是邪。自古以来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这个道理，你应该听过。雪姬，师兄，你莫阁讲啊，你紧走。啊若无，等下将军后悔，你就走袂去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你即马讲啥拢听袂落去。啊，毋过我还是想要甲你讲，我若讲你恢复了后，我会伫云顶峰结芦苇社继续修行。将来有一天，你若改变心意，无要搁执着魔道，你会用来遐找我，我嘛一定会伫遐等你。保重。雪姬，将军，遐尼无简单所得到的经验，即马又搁遐尼容易，都交互断情。将军，我予伊迄领是假。假？为什么？我带念伊是我的师兄，我无希望看到伊死伫我面头前。伊若无摕到百劫经义，绝对袂放弃。到时，伊一定会帮助你怀着，来阻碍我的计划。啊，伊摕到假的以后，会安怎？一定会死。为了个人的前程，你会当将过去所有的情谊放互袂记的。你安尼使我敬佩，但是嘛使我感觉惊吓。惊吓有一天，你是毋是同款的安尼去对付我？阮是为着要阻止有人要伤害阮哥啊，所以阮拍鼓要对付邪魔歪道啊。像是邪魔歪道，你破坏我的代志，我袂找你算账。你搁敢伫咧遮软头轻棍？免讲啊遮尔好听啦，我看你是咧做歹代志才对。我问你，你是安那要做法去掠好天星？你找雪姬本事，3结婚，好。恁两个敢真是有自信去对付雪姬？公主，暂时无，也毋过人讲过啊，唔惊死上大。我唔惊死，我要拼命。我都唔相信，我无法度报仇。清风，你还袂去报仇，你已经输啊！一粒心活动。彩丽，
会忝无？我袂忝。我做忝的，咱休困一下好无？好啊，休困。哎呦，我会忝。你啊，你傲少年破少年，这样也无动头啊你！足大哥你知无？我受伤啊！哎，我讲你真享受嘛。我甲娘娘咧烦恼你艰苦，烦恼你痛苦，结果你将军府男美帮迄个查某，哦。诶，查某真济种好无？有温柔的、水的，嘛有大颗甲歹的。米芳吼，你若有介意，规碗芳给你。哦，歹势吼，伊的体型甲你体型真适配。哎，恁两个也是做伙好啊，我开外形啊异形的，吼。好，莫讲，紧转来，我惊娘娘会烦恼啦，行啦。无啦，无啦，顺风，本来我一下要来甲你救，毋过段将士硬要对你斗相共呢。咱即马走，伊毋知有啥物危险嘛，咱再来甲看卖啊。对，咱是讲义气的。苦嘞。你不要家己行哦。好，我毋是要讲义气，等我一下啦。段结束，哎呦，恁两个哪还袂走？好啦，师傅，咱若做伙救青峰，袂当讲甲你放嘞，我能做阮走啊，对无？哎，小若，你受伤啊？敢伤得真严重呢？血骨王打拍的。哎呦啦，无要紧，我较早我百劫经已经找转来，这若穿咧身躯顶，我真紧恢复元气，而且百劫经医会用医好我的内伤，佮我真紧就恢复武功，就会当甲恁林公主斗相共。哎呦，安尼好啊，紧起来，正起。我听到看到百劫经医咧哦。师傅气甲发火呢，够厉害！这什么功夫啊？得会分身。百劫经医是假的。你救人啊！不好嘞！你若讲着我都等于空啦！师妹，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师妹，我懂不了，足艰苦，足艰苦。叔，你别对啦！杀鸡，我恨你！师叔，免跳，头前前就谈，如果你跳落去，拢找无尸体哦。对了，大叔，别当跳，师傅别当跳，我死嘛唔愿。段金叔，段金叔，等，顺风，走，你要创啥？段金叔要救过我即摆无去救伊，我敢算是人？等你啦，你敢是讲过，这条路连死都找无呢？也唔过啊，顺风，你有冇讲过啊？千秋含头，就算大陆先生跳落，嘛无都先有含面之苦，你有啥物事要做？我不要对你有交代啦。行，找牛出力，行。娘，我回来，拢是我唔好。听前你讲，你为着要救我，跳帅气暗算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好。师傅，娘，前日今日阻挡我，所以师祖甲段江师傅去甲顺风救出来。
是千里唔好，无，娘娘，拢是我唔对，甲千里无关系，我甘愿受罚。无啦，娘娘，请你处罚我。你两个拢唔免讲啦，行起来，行起来。多谢娘娘。看你两个患难见真情，我嘛真感动。我袂处罚你，千里的，我毋是挑工要阻止你去救顺风，因为你即马根本就毋是雪姬的对手。可是你若无法度救顺风的，互家己搁较危险，安尼是要安怎处理？是咧，互你烦恼啊。平安回来就好。顺风，你休困一下。哎，多谢娘娘。段情师傅咧，伊哪无跟你回来？段情师傅，娘娘，千里甲段情师傅来将阮救我。段情师傅讲要去替伊领8件金衣，伊领衫煞叫伊偷换去。伊穿个身躯顶开始有火甲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烧到伊真啊痛苦。伊煞跳入去千笑潭，但是雪姬的妖女，段情师嘛袂死到遮凄惨。段情啊，段情，斩不断的业，斩不断的情。兄弟，兄弟天天到底，你找雪姬报仇，3分，好。前锋嘛，你两个敢真是有自信去对付雪姬？公主，暂时无，也毋过人讲过啊，唔惊死上大。我唔惊死，我要拼命，我都唔相信我无法度报仇。前锋，你还未去报仇，你已经输啊！公主，你讲这是啥意思？你敢袂记？咱要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志业，就必须要抛弃绝对爱啉玩、绝对有爱、绝对无分的心情。你看你即马心肝内，拢总是受分，都已经失去冷静、失去理智，搁较勇敢去拼命，也是去送死。公主啊，你讲的我拢了解啦。也毋过，对雪姬这个妖女，你叫我爱忍耐，袂当有怨恨，我做袂到。清风，你要用怨心、甲恨心转化做爱心、甲宽恕的心，以相和之气、甲正道去感化对方。林公主，若是宽赦雪姬夫人，那你段情师傅敢毋是死甲真冤枉？人永远拢会迷失家己，段情师傅嘛是同款。也毋过，伫咧碰到危险甲坎坷的时阵，都会清醒。这个时阵，就会出现理智甲慧心，这嘛算讲是一种福。千方万里，你毋通为着报仇毁掉家己，一定爱记，慈悲心会当化解怨敌，智慧心会当驱除烦恼。是。好灵哦！小好灵哦！希望你唔通一错再错，赶紧现身，对我来去玉地面头前请罪，才袂毁掉你的修行。像孤帆寂无行，孤单
郑好玲哦，希望你唔通一错再错，赶紧现身，对我来去玉帝面头前请罪，才袂毁掉你的修行。奇怪，为什么郑好玲王并无想要攻击我？郑好玲王，为着要让你危害天下众生，我会掠你倒转去甲玉帝交旨。以郑好玲王的个性，伊无可能安尼就认输啊！看伊拄则个身形，敢讲是因为伊的身形也未自责，知影讲毋是我的对手，才会逃走。对，我应该趁这个时阵，甲伊带倒转去天庭交旨，才袂阁互伊危害重生。是啥物代志啦？啊！你是不要讲哦，拜托你，我已经人上路噶，即摆你见拢无鬼啊！你看我妈做落袋，是你有啥办法通救伊？你莫紧张哦，你来我看卖，看卖。哎呦，我真正那个昏去呢！哎呀，公主唔得去走对。哎呦，公主啊，走对了，公主啊！你给哪样啊？你给哪样？较细哩，较细哩。妈祖婆，心话叫，我听人讲，若有半当病，伊袂好的啦。咱妈祖婆伊乱叫，都会通治大病。即摆我的囝，死昏去，叫妈祖婆现世，会当互我的囝能救到，叫妈祖婆现世会当救我的囝。妈祖婆。哎，对吼，难怪我娘娘的脚脚，嘿，这招佫厉害哦。脚脚，咱叫去倒位，咱叫去倒位。咱叫来。莫紧张，脚吼撩顶来，歹势啦，心命也要出顺，要安弄脚脚。我脚脚疼了。来，倒脚是毋是共款？我变成倒脚。来，你小水，较细，你听我解说啦。好，解说吼，你莫紧张啊。弄脚脚哦，是对妈祖婆尊敬甲护持。当初是为着让妈祖婆口起落叫，所以才做伙人陪轿前，要妈祖婆落轿。啊，使后壁拜妈祖的人愈来愈多，你就拜甲老长。别说敢若弄脚脚的，我意思吼，就是讲哦。我不管安尼济，我要救我的囝，我一定要弄脚脚。无啦，来，你听我讲，你小声，你听我解说啊。公主，把囡仔交互我。来，休。公主，要装好啊。放互冷，小等下才互伊冷。好。精神啊！精神啊！多谢妈祖婆的保庇，多谢妈祖婆的保庇，多谢妈祖婆你救我的囝，多谢妈祖娘娘。等食几工药啊，伊自然就会好。阿母的心肝囝，你总算是真神啊！也毋过，想到你活在世界上这么啊歹命，多谢，实在不应该救你的。
对，我是有听唔对无啊？看到这个囡仔，你死死混去，你靠我买死买我，即马叫起来，你搁想要爱死，讲阮啊，翻去反倒啦。不是我翻去反倒，是我嫁一个面大暗，逐工敢要占土产。囡仔我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好，你妈的啦！为了我捡一个囡仔抱去卖，你够良心无啦？你这查某人知影啥？囡仔搁生就有啊！我若无趁这机会去骗一寡钱倒来，以后哪困街仔路，你知无？我唔管啦！囡仔我啦！我啦，你莫要讲我要好你，你莫讲。你看我对囡仔，你就后生三两地，但是你真种贪死的，你来叫你爱怪，你来叫你爱怪啦！听讲妈祖庙啊，有一个林公主，伊xuất高明的，去拿囡仔带去学，你敢有救我？你就是嫁一个跋筊翁哦，毋则甲恁兜输甲空，佮要甲囡仔抱去卖，哪有做个做人老爸这种人哦，真正卑鄙有影。就是安尼，我毋才会想讲，规气阮有仔囝做伙去死死的，嘛较有伴。你千万唔通安尼想，你会用好好考劝你的翁婿，叫伊改嫁啊。无可能，除非是菩萨下凡来甲开示，要无，啥物人话伊嘛拢毋听。唔免着到菩萨下凡来甲伊开示，你就是恁翁身躯边的菩萨。我是阮翁的菩萨。只要爱咱、照顾咱的人，拢是咱身躯边的活菩萨。活菩萨，我哪可能做活菩萨？一念白，万事皆成业障；一念觉，凡夫嘛会当变做菩提。你爱记，人人皆有福性，只要你是有爱心，唔惊艰苦，继续坚持落去，众生拢会当成佛。所以，你当然是你翁婿身躯边的活菩萨。咁安尼，有啥物人比你搁较了解，比你搁较关心你的翁婿？伊是毋是会当回头，就完全拢会靠你？阮做会到。做人某的人，爱有爱心，爱有自信甲悲心。翁婿伫外口伫咧拍拼，你要好好疼惜你的翁婿。翁婿嘛爱会晓听某的话，安尼才会当行出一条正确的路，家庭才会美满。也搁有，做人老母的人，爱好好教育你的囝儿时势，互伊知影会当惜福，会晓对别人付出。所以，你唔通阁有想要死的意念，安尼会对不起你身躯边所有关心你、照顾你的人，而且阁会造成真大的罪孽。你这个吼，讲要害几啊家拢无害，我是对你一定足承认啊！唔管，今日大家来喊着，是啊，叫你紧去，大爷，唔是我不爱喊钱啊，我本来按算吼，要第囝年钱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某都唔欠啊。你今日若无甲钱还出来，我绝对甲你拍啊做狗屁！真的，你莫甲我拍，你莫甲我拍，你莫甲我拍，你欠嘛？哦，你跳水，你来，我就对你无法度哟。哦，走落去，走啊！无钱还做无钱啊！想嘛，无啊！马叫，快一起啊！真的，你们还受罪啊！你们敢打死啦！哎，敢打你！
无？我哪？阿叫，你哪见无？多谢你甲我救呢。多谢你。一定是妈祖娘娘，一定是妈祖娘娘。多谢妈祖娘娘。妈祖娘娘，多谢你，多谢妈祖多谢娘娘。你牺牲救我。感谢天上神明，妈祖娘娘牺牲，带给阮翁仔某2个人。多谢妈祖娘娘。多谢妈祖娘娘。多谢妈祖娘娘。阿彪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嘛对不住咱的囝。也毋是比拼性命跳落水来甲我救，但你家己要饮食的时阵，搁你求妈祖娘娘甲我救，我一定无命的，我一定无命的。妈祖娘娘，我田的等你面头前救抓，从今以后，我袂搁跋筊，我要改嫁。改，我看吼，5分改1钱，暗头改半暝啊。困起来吼，啥物代志拢唔知啊啦。若要改哦，手剁起来就改啊啦。我袂，我一定做会到的。拜托诶，你连你家己的囡仔都要抱去卖啊，你我都改，哪有可能？你若唔相信哦，我会当。你要做啥？我若将我手剁掉，当作证明我改嫁的决心。妹子，这妹子还没走莫甲我阻挡啦！哪会安尼？这就是妈祖娘娘的牺牲，是妈祖娘娘来救你啊吗？阿娇，公主，公主，你人会当反悔，拢是你的功劳，因为你真尽心，伫咧维护你的家庭，伫咧珍惜你这个红伞。迄种是宽容无悔的爱，会化作无形、甲无强的力量伫咧保护。敢是真的？当然嘛是真实。假使你若是有心想要改嫁，搁较免爱甲你的手剁掉，你应该留你的双手，好好替你的某囝、替你的家庭拍拼，才当挽回幸福的家庭。某是带来受、带来疼，毋是干那带来煮三顿顾囡仔。尤其阿菊也是你身躯边的活菩萨。这是你顶世人修来的福报，你应该好好珍惜。是，我知影，是阿菊一直无体谅我，留住我身躯边。我过去唔知好爱惜，这是我的唔对。只要你有决心，叫绝对改会掉。我希望对即马起，你甲你的某拢会当互相扶持，互相照顾。阮祝福你会当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多谢林公主，我田的拄则当妈祖娘娘面头前救抓，我一定要改嫁的。阿菊，那林公主讲的，你是我的活菩萨。从今以后，我会骨力打拼，互你甲囡仔过上好的日子。我看阿娟一家伙啊，我都团圆，是替足欢喜的。这叫做吼，有色香有保庇，啊有食的许有惊喜。讲，像咱听娘咧甲开示的时阵，我是足感动的，感动到遐么流目屎。因两个容易受到我的感化，是因为翁仔某同甘共苦，一路拍拼，所以因感情是真好。尤其还佫有一个囡仔，甲因的心牵着的，所以因才会遐尼紧就觉悟，互相珍惜对方。是讲娘娘，啥人伫生命危险的时阵，就会觉醒；伫生死关头的时阵，就会珍惜家己所有一切。迄是因为你徛伫迄边仔看，才看会清楚。这就叫做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所以我定苦劝世间人，千万唔通执迷不悟，也若无，就无容易看清楚真相，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讲娘娘，公公甲顺风的，是啊足配合你的。你2、3句话，就我都解救一个家庭。
怪吼，这世界上你这么受欢迎，大家小心要甲你拜。人为万物之灵长，只要是肯做肯拼，而且万事莫甲人计较，安尼就戆人有戆好。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对无？只要若是有诚心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也毋过真侪人敢若望不做，其实嘛都神嘛着咧。对啦！所以讲有个人哦，啊嘴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我做一寡上天害你的代志啊，佮毋望娘娘甲救。吼，娘娘虽然自卑，啊，毋过阮的娘娘是有智慧的，遐个人莫砍。听你的，搁较歹的人，只要伊若要回头，咱共款来甲斗相共。哦，我知啊，我知。假使若无啥物代志，你用先落去休困。休困。啊，对，娘娘讲过吼，咱要解救重生，这精神哦，也甲养好补足。我真正想袂到，我修行的路是愈来愈顺的，我应该叫做顺利的。奇怪，为什么净好灵王并无想要攻击我？看起来净好灵王的身形也未自净，所以暂时未去危害到众生。也毋过，为什么伊会突然间出现？娘，嘿，你大婶哦，啊，雄雄破淡病啦，啊，应该拜托你甲看一下。这囡仔应该已经伫学堂内面咧等我上课。家庭啊，我控制我的情绪，袂当搁乌白发生体，绝对袂当互因搁惊着。老师，你来啊！秀莲，阿爷囡仔共款拢无来上课。天生，你莫失志。我想遐个囡仔可能是今日情绪无稳定，乌白发脾气，所以无来上课。过一段时间，因是咧惊我啥啦？俺无来上课，安尼敢对？天生，我知影你对遐个囡仔真关心，啊，毋过囡仔毕竟就是囡仔。我听外因讲，有一寡囡仔自用顶架互你歹了后，长期就常常做噩梦。即摆只要听到先生这两字，就变甲真惊吓。这件代志已经传出去，嘛无怪伊毋敢来上课啊。天生，互因一寡时间去适应，等过一阵嘛，这件代志过去了后，因自然就转来上课啊。秀莲，我做着急的，俺拢无上课，伊是要学啥物件？你最近常常安尼情绪无稳定，连我看到就会惊，何况是囡仔。秀莲，真实的啊，我嘛无想要安尼啊，也毋过我就是无法度控制我家己的情绪啊，真实的啊。无法度控制，嘛爱控制啊！你是遐个囡仔学习的对象，你若是无法度稳定家己的情绪，你是要安怎教伊？秀莲，你讲的这我拢知影啦，也毋过，啊，不规矩安尼啦，我不爱教啦。天生，你千万唔通放弃遐个囡仔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因一定会当了解你对因的用心。到时阵，因自然就会当来上课啊。咁真实的。但是到时阵真是无学生转来，我就一个一个去甲因掠倒来上课，安尼好无？
好。拜托的，我遮大人，是惊人唔知影你才过来哟。啊，惊唔知你甲我写叫。喂，头壳，我知啦，头壳拢受手练高年啦。唔情唔愿，今日剁到牙头到嘴高高，我拢是真正有影的。拜托的啦，等下后白困，那是死人，你知无？别讲上笑啦，是你的，喏。啊，头出疼，我无得控制我家己，你看我的手举刀，你在创啥啦？拜托的，你控制你的手啊无啦？无法度啦，无法度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刚刚有代志啊，还搁一支啊！你免惊，我已经控制住了，无代志啊，有代志啦！千里，惨啊，变做两支啊啦！死啊！清风，看我安怎对付你，你嘛是爱为我所用。所以你搁咧创治清风啊上？将军，清风即马是我的控制，叫伊往东，伊绝对唔敢往西。清风中着你的大魂裂魄之术，被你魔音所控制。啊那安尼，姓林的迄群人，万万嘛想袂到，身躯边上界信用的人，竟然对伊不利。想袂到，咱过来8年兄弟，今仔日要解决咱的关系。你捌救过我，我袂怪你。来，走！陈丽啊，陈丽，是你哭啥啦？哦，你搁咧笨蛋吼，工作交代遐尼济代志，你拢无做，啊？你遮尔装笑的咧，你是在创啥？无啊，哪有啊？佮讲无？小聪诶，你单单咧，你头壳是无爽快哦，哈？无啊，哪有啥物无爽快？我拄拄感觉哎有听到啥物声？莫用屁的啦，足恐怖呢！阿去咩啦？奇怪，迄声真奇怪。啊，你敢真正碰？我讲菜真危险的，你是无听到？我无听到啦，啊，你是有听到什么声哟？哪有可能无听到啦？迄声遐尔大声，哪会无听到？哎呦，你真正听哦，迄个声过来哦，过来哦。可能啦，当然嘛有可能。你过来！你快点去，我已经发誓哦，甲你改魔咒，吼！紧啊！千里神通，改魔渡咒。无代志啊！你有代志。
清风即马已经被咱所控制，但是我还阁一样代志挂在心头。将军，什么代志？我心爱的清风遐互因控制掉，我可袂当救伊，啊，这是要安怎？何天生，雪琪，我即马爱你用魔琴命令伊去对付何天生。是，控制我心爱的人，啊，叫要叫伊掠何公主，这下代志更较严重啊啦！你是袂去对？我唔知，我真正唔知。你们拢别出声啦！对无啦？是哪位你对？我唔知，我真正唔知。你没对啊？是哪位？小姐唔好啊！小姐唔好啦！小姐唔好啦！小姐。阮小姐我人真好，你是了袂讲啥？小姐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是讲代志唔好啊啦。好啦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看你走到遮尔喘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头拄仔听到将军和雪琪夫人讲，要利用清风兄把何公主抓起来啦。利用清风？哪有可能啦？清风是无可能甲雪琪阿姨甲换爹斗相共的啦。是真的啦，小姐，我本来嘛以为清风兄互救回是好代志啊，不过原来伊互救回之前吼，一定互雪琪夫人用迄卑鄙的魔音控制掉啊啦。哪有这款代志啊？雪琪这个查某，伊的心肝哪会这么中毒啦？小姐，你较紧想办法啦！啊，你会当救何公主，嘛会当解救人的清风兄。啊，有啊，香敏正果。啊？香敏正果？迄是我阿娘留我的。听讲伊捌对我阿爹出战过，伊会当去蛇顶耍。有得卡，咱会当利用伊去对付雪琪的疑白。会当对付雪琪夫人的疑白哦！啊，我的清风兄有救啊！怪呀，伊受这活吼，我比胖真正做唔甘的呢，好够好的。好啊啦，你嘛拜托者，这是正果呢。你讲嘛要讲什么威武，还是讲什么霸气？讲安尼哦，气势拢气一半。对吼，啊袂当灭咱家己的威风对哦。好，我来。好啊，你是来斗相共，是来乱的啊？这正果吼是袂当学袂拍的呢，安尼学袂拍是无效的啦。我甲你讲，拍鼓的时阵，气爱霸，精神爱足，安尼才会当提高将士的士气。像你拄则咧学白人讲，是会害军队战败，知影无？小姐，啊，著歹势，那我就是迄个最优秀的查囡仔，啊，哪有可能知影这种代志对无？你上好是优秀，敢讲我更唔敢听咧。啥啦？我讲互你看。有看到无？就是安尼拍鼓的，该轻的时阵轻，该重的时阵重，加一分还是减一分力，规个气势就无共款。是，我知影，小姐。雪琪传出来是了乱人心的魔音，啊，毋过咱的鼓声是会当安定人心，
咱就用这个高声的剑气去对付雪姬的魔音邪气。是，小姐。安尼，咱开始，吼。是哪里这样？走！快点！望岸唱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。是哪里这样？走！快点！哎，你精神来未啦？哈！我来伫遮哈，安怎？拜托诶，你摊到雄雄掠讲啊，搁要甲我拍，头发跳，你就走来搁遮。够有影？有啦，你即马头发感觉安怎？袂听。袂听。嘿，啊，师傅感觉想要乱震动无？嘛无啊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有咧。啊？什么问题？我做忝诶。哪有高声？敢讲是我听唔到？真正是有人暗中破坏我的法术。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有本事，会当破解我的法术？我要看是谁敢甲我做伙。原来是这两个唔知死我的死查某鬼啊，伫咧破坏我的代志，并恁两个想要甲我做对，哼！小姐，安尼啊？这讲的无某个落落来？毋是无某个，是有人破坏，我害人继续卡股。有人故意？吼，谁？李队，我就知影是你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才想要问你，无代无志，而且弄股，袂感觉足惨的吗？我是互恁吵甲挡袂掉，才出来看嘛。阮是有特别阻止，有人要伤害无辜啊，所以阮拍股，要对付邪魔歪道啦。像是邪魔歪道，你破坏我的代志，我袂找你算账，你搁敢伫咧遮软头青骨。免讲啊遮尔好听啦，我看你是咧做歹代志才对。我问你，你是安那要做法去掠好天星？将军哪会来？原来是这件代志，这一切拢是将军的秘密。伊要利用胡天星对付林公主，你若有啥物意见，去问恁阿爹。林公主是好人，你为什么要对付伊？无毋对，表面看起来，林公主行医救你，伊是好人。啊，毋过伊为着舍儿子，
常常甲阮作对，破坏将军的计划，所以将军才会对付伊。安尼甲侯天生有啥物关系啊？恁甲林公主恩恩怨怨，是恁的代志。侯天生是无辜的，恁是安怎要牵连伊啊？想袂到慧敏这么维护天生，敢讲已经介意着天生。慧敏，之前我答应你的代志，要替侯天生除祸，我已经做甲到，伊即摆已经无代志。即摆会叫清风甲伊掠来遮，主要是想要引林公主来遮救人，袂去伤害天生。我反对，恁哪会当安尼甲林公主掠来，佮要伤害伊？你安尼伤逼你伤在囡仔啦！是安怎？你这个做查某囝，拢袂当体谅恁阿爹，伊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你将来设想。你免摕阮阿囝来拗我，我就是看袂惯是你做的歹代志，我无法度目睭紧紧看你利用清风去伤害天生。我甲你讲，阮的战果所拍出来是正气之声，我就是要用迄来对付你的魔音。你拍，甲战果保护好，伊若大去，咱就拍鼓。是，小姐。等下，我绝对袂当目睭紧紧看恁破坏将军的计划。你是要安怎？小姐，袂当动安尼。你紧甲我解开哦！你若是要甲我解开，我绝对袂原谅你啊！迄拢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即马我要来完成将军交代的命令。两个实行了后，恁就会无代志。你甲我讲的，我叫你讲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这个狐狸精，你紧倒来啊！慧敏，阿爹叫雪琪阿姨安尼做，嘛是不得已的。伊并无要伤害恁的意思，只不过无希望恁误了我复国大计，希望你将来会当体谅阿爹的用心。死查某鬼仔，唔知死我，想要甲我做伙，还阁早。清风，多谢是互你休喘者。即马，我才来好好款待。小莲，多谢你。这段日子，若不是你一直支持我、鼓励我无法度这么紧来重新行起来。若不是因为有你陪在我的身躯边，我唔知要安怎度过。天生，其实恁阿娘原因也个林公主，才是甲你斗相共上济人。天倒是我啥物都无做。所以，恁该说多谢的人是因，不是我。小莲，你讲的这我拢知影。华英还阁阮阿娘，拢是我的至亲。啊，若林公主伊对我有再造之恩，这恩情我拢知影。也毋过，你就无共款啦。这段时间，你对我的帮助是上界大的。搁再讲。你是我这世人唯一想要娶、想要强夺白条的查某囡仔，所以这意义无共款，你知无？天生，秀莲，我拄则讲的话拢是真心话，绝对无半句虚言，你若唔相信，我会当照做。皇天在上，我何天生一世人。永永远远爱着秀莲，我何天生，这世人若无秀莲，
我永远唔娶。假使讲我若违背这誓言，好，莫个讲啊，我相信你。秀莲，你真正相信我讲的话？啊，毋过为免小姐呢，伊不但家生好，生了阁水，对你阁真有好感，而且恁两个阁有朋友，恁徛做伙，才是郎才女貌上适合的一对。秀莲，在我心中，你的善心佮好心，这是上水啊！啊，那回民姑娘，伊是大将军的千金，毋是我这种散食书生配得起的。啊，毋过顶届伊来遮，我夜间想我看会出来，伊真介意你。伊介意我是伊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啊。秀莲，我敢若知影，我介意的人，我想要娶的人是你。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大窗，伊我点无好。秀莲，我敢若知影，我介意的人，我想要娶的人是你。小兄，侯天星，带我行！是要对啦。是啊，你要带天星去倒？将军府，行！侯天星，将军府，侯天星，将军府。你那快点，快快！娘娘，发生代志啊！发生代志，顺龙的医哦，什么代志？头头讲，静心。娘娘，我无多静心啊啦。顺龙咧讲吼，煞去用迄无音琴，甲无音传闹，伊也听到琴声，就规那掠讲同款啊呢。吼，气头要甲我抬，我连动都动袂调。什么代志？你即嘛人呢？顺龙伊有我头壳痛，啊，规个人咧起笑，甲我撞出去，我连找嘛找无伊个人。林公主，拄则秦风遐雄雄走来学堂，伊甲天星掠走，讲要带去将军府。秦风甲天星掠走。公主，是安怎？警察中面顺利变做啥？雪姬用声魔之术，伫咧控制情风，要爱脱离正道，所以情风失常，天星向掠走，完全拢是雪姬所做。伊一定有性命危险。有性命危险，是要安怎？跟着我来去救人。是。你要抬就抬，我何天星不是贪心怕输的人。当年你若伫遐甲我是生死之交，我免哪会抬你？大将军，你讲一套做一套，你真正是一只老狐狸。实在你安怎讲？总讲一句，到时你就知。景宏，知，你辛苦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原来伊是去予雪姬夫人的魔法控制掉的，才会甲我抓来这。公主，我感觉将军府哦，有真写我杀去。
管是生气或者是杀气，只要咱正大光明，就无啥物好惊。信心不可，勇气不可信，世间无做袂到的代志。是毋是会当请你禀报大将军，林怀德想要见？下面请。大将军，林公主到。请问，你冲啥？我唔捌你。公主。大将军，清风是我身躯边的人，假使伊若做唔对代志，请多多原谅。而且何天生应该嘛是无辜的。我希望你会当放伊两个走。放伊走，放伊走真简单，咱条件先讲好。我知影你真仁慈，仁慈当然是你的仁德之心，但是恐惊仁慈原来是你上大的缺点。今仔日我就是要利用你的上大的弱点来对付你。好，那安尼你爱我安怎做，你才要放伊两个走。一命换一命。原来大将军啊，阁有雪姬夫人要对付的，毋是我，是林公主。那咧林公主毋就有危险啊？这阴阳法决定，不管是神也是人，条路去拢会无命。林怀德，即马何天生甲清风拢伫我的手头，你紧决定，到底是要救谁？啊，若无，我就将因两个落杀。林公主，你救清风，莫管我。林公主，我是将门好处，我有惜死如归的精神。这番骨肉伫我唔惊，我跳落了后，加加25年后，我感觉是一条好汉。天生啊，你这真捌真假，唔难唔惊咧。这条路若死，连虎都无用。拜托你想一办法救清风啊！林怀德，紧决定。我决定救天生。无啦，公主，我要救天生，啊，清风是要安怎？天生是一个孝子，要先孝为先。假使讲，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伊安尼啊，甲伊的兄妹是要叫啥物人照顾？原来是清风的。甲你，自恁对我的头一天，恁是毋是已经立下志愿？要对我这世救，传扬正道，做好随时牺牲的决心。我唔对，我公主，过去我来跳，我来替死。不是你讲，做你轻易不动。公主，退下。好啊好啊，唔免这么啰里啰嗦。我即马干那要治林怀德一个人的命，清风甲万里都唔免啊。将军，那安尼我希望你讲话算话。也毋过我还阁有一个要求。你讲。我希望雪姬会当除掉清风的魔性。好，我等。天生啊，你哪是啊？哪有北起啊？姐，雪姬有个死的妖路，你这边在冲啥？清风，紧过来，紧过来！公主，我来你家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清风，公主来到这。
是要救天生甲你？林华德，你的要求阮拢已经做甲到，小等下因三个我自然会平安离开，你跳落去。 林公主，望眼像孤芳寂无定，孤单窗伊我。 林华德，你的要求阮拢已经做甲到，小等下因三个我自然会平安离开，你跳落去。林公主，公主，我拜托你别当跳，你绝对别当跳落去。是啦，公主，这拢是油呢，你哪会当跳落去？你为着要救我，你别当跳落去啦，免呢。林怀德，你若唔紧跳，今仔日三个拢会无命。沙基，你唔通得寸进尺，你应该知影以我的功力。要救天星甲青凤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卡孙，若唔是我有结束，你绝对唔是我的对手。 我会接受，我会家己去面对。公主，那你也拜托你跳了，是乎阮骗上你才问公主，你袂当跳。是啊，公主啊，你敢袂记哩啊？还阁真侪人等你甲因帮助，甲因指引。啊，你即马是跳落去。 阿爸，伊这想讲想难变，是要安怎？你袂去跳的啦，袂去跳的啦。我若跳落去油池了，我未完成的代志，就是恁两个责任。你若会记得我的话，助人为乐，救人为生，爱人为本。恁两个要继续完成我的志愿。 有听无？林公主，袂去跳，袂去。你免互咱相处，莫互咱离散。只要咱内心清净，后摆一定会得到更较好的姻缘。 林公主，林公主，公主啊！哎，总是除掉林怀德，啊若无亲像梦时在背，实在真痛苦。咱会当想到这个办法，互伊改掉家己。啊，毋过有一点我实在是不明白，是安怎林怀德跳落油池的时阵，油池出现一道金光飞出来？因为伊毋是普通人，我想伊会晓法术，搁伫咧民间行医救人，这嘛算是修行啦。所以才有迄道金光。即马已经魂飞魄散，以后咱就毋免烦恼伊啊。所以我在想，是毋是咱不应该放天星走？毕竟天星对我来讲是一大威胁。自从我知影伊的元神是经火灵王来转世，我就日日夜夜不得安宁啊！恐惊有一天，若叫人知伊若底下的代志，
人工转世是天注定，伊即马无可能会死，更加无可能死伫咱的手头。啊，若无，咱进前就已经将伊除掉。等后天星找回原形，变做真风灭光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利用对付甲咱作对的人，有灵王相助，哼，好国的大业真紧就会当完成。姐弟，娘娘要入油地的时阵，我刚好有看到什么物件飞出来，迄是啥？姐弟，迄是啥？迄是啥？我有看到，啊，不过敢有可能是娘娘原神？就算是原神，就算是原神，只要行入去油地，根本就无可能活落来。大丽啊，你是安怎？哪在哭？天心甲林公主嘞？伊两个天生去病啊倒，莫看我两个无代志。那安尼，林公主嘞？公主为着要救天心甲我。救天心甲我，公主，我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甲雪姬、甲公达大师替你报仇，公主。阿兄，外口真冷，你若无入去休困。阿英，林公主为着要救我，牺牲家己的性命，这个恩情，阿英是要怎行？是啊，林公主毋但医术好，救足侪人，伊嘛劝人向善。人只要有困难，伊拢会尽量斗相共，所以大家拢真尊敬伊。伊即马死啊！有人伫的无？恁两个是青梅哦，啊，两个人徛伫遮，你无看到？哎哟，讲一个拢袂当哦，袂当讲算笑。对恁这种无天良的人哦，无需要啦。你来遮创啥？阮当然是来看何公主的啊。卖大瓜果才假有心啦。搁回尾，恁阿姨甲你阿爹避鬼，甲我阿兄掠去，搁害死林公主。啊，恁即马搁来遮创啥？紧走啦，才无欢迎恁啦，紧走！小姐，我来。你哪安尼啊？那阮小姐是好意呢。你家己面讲啊，是阮将军和雪姬夫人做的代志。你想要徛在来阮小姐遮，伊是无顾的呢。哇，你，哎呦，好啊，你拍，我无怪因安尼想啊。天生，你平安无代志吼？什么讲呢？我无代志，感谢你来看。你无代志就好，来看你是应该做的啦。阮阿姨甲我阿爹做出遮尔无天良的代志，我嘛感觉真艰苦，实在是歹势。你嘛会感觉歹势哦？
你阿爹遮尔无人性，我就唔相信伊生出来查某囝会有偌好。啊你这个人讲话一定要遮刻薄吗？你唔捌听过歹德出好筍吗？之前阮将军含雪姬夫人啊，要杀恁阿兄的时阵怎也面阮小姐去求情，恁阿兄即摆还有命徛咱遮吗？你我。怀英，之前秀莲踮伫将军府做查某囡仔时阵，人惠敏姑娘有哪有想办法要甲秀莲调出去？所以惠敏姑娘无参像大将军遐尔歹，咱拢误会伊啊。好啦，我嘛毋是迄种无讲道理的人。既然阮阿兄拢安尼讲啊，我就暂时相信你甲你阿爹无共款啊。进前对你讲话无礼貌，歹势啦。无要紧啦，只要恁大家莫去甲我当作是歹人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好啊，大家拢变好朋友啊，对无？小姐，徛伫遮脚真正会酸呢。咱来内底坐，吼。惠敏姑娘，真歹势，因为阮厝人较善食，无参像将军府遮尔气派，所以天生唔敢邀请你入去。你何必安尼讲咧？人甲人交往是看有心心无，毋是看家世背景。看到天生平安回来，阁有惠敏小姐来看伊，伊一定有真侪话想要讲。我看我就莫搅扰伊好啊。秀莲，秀莲，秀莲。小姐，安怎会安尼啦？你专单来看伊呢？我看到秀莲，哪你走哪飞咧？秀莲，你来找我，乃无甲我救一个，我头就走。知影你平安回来，我就放心啊。看到遮尔侪人关心你，我嘛替你感觉真欢喜。你是毋是因为惠敏姑娘你咧食醋？秀莲，惠敏姑娘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看我，你莫有白想，好无？惠敏小姐人真好，是一个真难得的好对象。我毋知影我家己什么时阵会离开。你应该好好把握你对你的感情才对。秀莲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知影我介意是你啊。秀莲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和天生一世人，永永远远只爱你一人。你不可能死，你更加袂用死。即马不会办法，但是我飞来天顶，求观世音菩萨，救娘娘的性命。娘娘，就算你要出外千里，我嘛有法术。娘娘，你听支持落去，你别让有代志，娘娘，天定你要搞，天定你要搞。什么物件？妈祖庙签诗，先生也有绝命诗，处事不可求观音。可
苦用苦修渡难关，人间劫爱人间解。原来林牛嫂就知影，伊有一个劫数，所以事先安排这个签诗，叫我袂当去求观世菩萨的斗相共。也毋过，我若无去求观世菩萨的斗相共，用我生日讲我是要救牛牛性命。牛牛，我到底是要安怎？我到底是要安怎？应该是这。青红呀！哎呦，青红呀！啊，你哪会坐伫涂骹啦？遮尔冷，你会寒着，米芳会唔甘呢？青红呀！啊，你哪会瘦遮济啦？哎呦，米芳真正心有够痛的。你敢知影？我为着你吼，拢食袂落，嘛困袂去呢。你感觉米芳是毋是善你啊？青红呀，青红呀，青红呀，你若失神啦！青红呀，青红呀，青红呀，青！米芳姑娘，阮公主伊，我即摆真正无心情，拜托你，莫吵我好无？青红兄，你唔通歹势，唔遐拒绝我。米芳姑娘，我一定要拒绝你，因为人讲了真好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请你把你的手放开。青红兄，你莫歹势嘛！你知影，我娘阵仔哩迄将军府的孙，逐工拢甲你抱做伙。你搁甲我斟一个，你知无？你会记哩无？我无。你有。我无啦。你啊，有好啦，无啦好啦，你坐。我来讲，我知影你妈祖庙吼，遮咧静养啊。啊吼，我传一寡菜吼，是皇帝咧食的呢，普通百姓拢无通食。来，永生豆腐脑。永福寺鱼丸，还有这灵芝包糕。米芳姑娘，真感谢你，也毋过阮公主伊，我真正食袂落，多谢你。米芳姑娘，你是毋是介意我？是。我讲的你拢会听着无？是。我叫你做啥着无？是。坐落。吃，停，吞落，真好。把所有菜拢食好了，我等下要检查。青红呀！袂当地来，你若是地来，我一世人拢互你找无我。将军若要替我性命，随时会用来替。歹代志若是做伤济，是会得到报应。我苦劝将军，也是加做一寡善事，替子孙啊加积一寡阴德。小姐，原来你怀疑老夫人的死和雪姬夫人有关系哦。吼，啊无怪你吼三不五时啊，啊着找雪姬夫人的麻烦呢。若是我找着雪姬害死我阿娘的证据，我一定要替我阿娘讨一个公道。妈祖启示咯，心有定力，智慧自然就会产生。人常常因为外界影响，就是因为你的定力无够。
学佛就是爱定，定，若用即卖话来讲，就是教咱爱尊敬自强。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永远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。